来，你们是什么班级？华语的是啥？康乃馨班，对不对？台语嘞，金阳花。来，今仔老师要甲你念修行歌哦。来，咱即摆来首先放假啊！来，预备开始。一放假，二放啊，三分开，四小大，五大天，六大树。 摇动花对不对？啊，一个摇动花，来，预备开始。一个摇动花嘞，啊，两对目睭看嘞，啊，三只公主爱嘞，啊，四个牵手行嘞，五个听听嘞，六个去浪水嘞，啊，七娘妈生日啊，对，QQ 重阳时咧，全上愿你呀。 水啦，来，老师都有写啥？红鱼对不对？来，红鱼爱佚佗，预备开始。红鱼爱佚佗，天天爱春游，在水里跳跳，游啊游，游啊游，后尾想起阿母的亲哥哥。啊，来，十二生肖，来，预备开始。 哎呀，一句三个呀，三好白山呀，迄个石头咧游半天，路面红地面，蓝色无人行，七个走天涯，地有下草命。 这个手艺哈，手语的，这摆老师在咧唱哈，还是老师在那唱？老师开始唱哈，来，请用我的一双手来动作，来你的手，手来看阿妹，有吧？请用我的一双手，来预备开始，请用我的一双手，无人比他优秀。 为我操了一双手，你的温柔，莫为我他的手，伤到心事就分，亲像个水流入大海，付出无所求，无分人命。 春秋，行行的心无理由，安慰我的一双手，无人比伊较优秀，支持我的一双手，美丽温柔。 是无所求，无分人命，无分春秋，行行的心无理由。来哦，袂歹哦。
今仔日恁表现了真好，来甲家己一个拍手。